唔好再同我講咩 Android 機性價比高啲，諗得呢兩部機嘅人通常都唔會轉會㗎啦。呢部就係 Apple 啱啱出嘅 iPhone 17e，而呢部就係佢大佬 iPhone 17，兩部點揀呢？今年 iPhone 17e 繼續賣5099，但 base storage 就多咗個得，同17一樣都係256G起跳，佢依然都係用緊祖傳6.1寸劉海屏設計嘅 OLED Mon 60Hz，所以佢嘅邊框係比17粗少少嘅。但 Apple 就升級咗佢哋塊玻璃去硬淨啲 Ceramic Shield 2，加埋有防反光塗層，呢兩點同17叫做睇齊㗎啦。例行升級咗 A19處理晶片，不過最感動嘅都係佢哋加翻個 MagSafe。而家唔收 MagSafe 機殼都可以直接有15W嘅磁吸叉電啦。雖然相機都係得一個祖傳嘅4800萬像素單鏡頭，影相呢有回合17一定贏硬㗎啦。但係電池嚟講，17E 嚿電其實大啲，加埋佢有連17都冇嘅慳電 C1X Modem Chip，同埋佢淨係得塊60Hz 嘅 Mon 要推，續航力17E 仲叻過佢大佬添。係17個 Mon 有120Hz，有雙鏡頭，有多啲色揀，但係佢同時都貴1800蚊。如果你接受到單鏡頭喺60Hz Mon 或者純粹想要隻粉紅色，慳翻400蚊買17E啦。如果你過唔到自己個關，Go ahead買17啦。佢 Apple 近呢幾年嚟性價比最高嘅數字版 iPhone，你基本上點揀都冇死㗎啦。想知詳細啲，撳我包條 link 去 YouTube 睇長片啦。